大家好，今日呢心情有少少感慨，因為今朝早呢我就去見咗一個人，係非常之沉重嘅一個個案嚟。呢位女士呢專登由外地嚟到廈門揾我，咁其實我都有同佢講唔需要㗎，我哋喺網絡傾就得㗎啦，但係佢又堅持。咁我就諗，或者佢會覺得咁樣 in person 見到我嘅話，佢就能夠有一份實在啲嘅依靠感。咁所以我就由得佢嚟啦。傾咗3個鐘頭，希望往後能夠幫到佢重新振作，打開人生新嘅一頁啦。其實最近呢，我手上一啲個案嘅客戶都有紛紛同我講，佢哋身邊多咗啲親朋戚友，出現咗情緒嘅問題，想去關顧下佢哋，但係又無從入手。咁所以呢，有啲佢哋係願意嘗試踏出一步嘅，咁我都免費為佢哋初步諮詢一次嘅。因為目的呢，就係想俾佢哋先體驗一下自己感覺舒唔舒服，同埋適唔適合自己去接受呢一啲嘅療癒 section 先。所以我又忽發奇想，就喺度諗，不如我都分享一下，如果大家察覺到身邊係有需要嘅人，又想關懷一下嘅話，係可以點樣做啊？其實人呢，好多時心中有鬱悶，都唔係咁想同熟悉嘅親人或者朋友去傾訴嘅，反而陌生人仲更加容易。但係並唔代表呢，佢哋一定就係有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，又或者係因為保護自己嘅私隱嘅，而係因為一旦我哋傾訴咗出嚟嘅心事不被認同，咁就更加影響心情啦。因為畢竟講咗出嚟之後，啱唔啱聽都仲要相處噶嘛。如果增加咗不被理解嘅感覺，又加重咗佢哋負面嘅情緒啦。所以呢，有一啲愛之深切嘅追問，其實都會造成對方嘅壓力，唔舒服嘅感覺又會令到佢哋逃避噶。所以如果遇到有呢一啲嘅需要，最好呢就係先營造一個放鬆舒適嘅氛圍，比如調暗啲嘅燈光啦，點一啲香薰啦，coffee or tea 啦等等。咁然後呢，仲要好不經意好不經意咁表達一下愛與關懷先。但係記住，最重要嘅係一份尊重。喺輕鬆嘅引導之下呢，如果你發覺對方係都冇準備好去傾訴嘅話呢，就唔好再追問啦。特別係要令到佢感受到你尊重佢嘅感受同埋選擇，幫佢打完場，令到佢唔好介懷。你花咗咁嘅心思都冇向到你傾訴，覺得唔好意思，耐心去嘗試，咁慢慢對方呢，反而會感覺到你冇壓迫感，又能夠理解到佢嘅狀況，咁日子慢慢落嚟呢，佢就會能夠建立到信賴你，向你傾訴或者求助。仲有一點好重要嘅，即使你幾關愛佢都好，但係呢，往往好容易又係好不經意，自己唔察覺咁流露咗對事情嘅主觀反應㗎。因為呢，每個人嘅價值觀都唔一樣㗎。如果你聽聞咗呢件事情，可能係抵觸咗你自己嘅一啲價值觀嘅呢，就好容易出現你默默嘅批判心啦。咁即使你其實唔想㗎，
但係都好有可能流露出嚟嘅喎。加上呢，有情緒問題嘅朋友仔呢，係特別敏感㗎，咁樣就會斷絕咗你同佢嘅聯繫啦，同埋你可以陪伴佢走過嘅機會啦。咁喺呢方面呢，大家係可以喺關心行動之前，自己先做深呼吸幾下，放鬆自己先，然後提醒自己要代入對方嘅角色，比如代入佢嘅成長過程啦，同埋佢嘅經歷啦，嚟到去聆聽，咁樣呢，就會大大減低咗你嘅主觀睇法啦，唔容易踩入咗批判，又或者係流露咗你嘅否定反應出嚟。但係請記住，對情緒困擾嘅朋友嚟講，唔係需要我哋盲目嘅附和或者盲目嘅認同㗎。最重要嘅係佢哋能夠得到一份理解同埋尊重，即使發生嘅事你覺得係對還是錯，都先給予咗或者表達一份理解，然後再一絲一絲咁去幫佢解構。希望能夠對需要嘅朋友有一啲啲嘅幫助啦。Namaskaram。